说发布推动数位凭证配包仔，民众会当甲自然人凭证、健保卡、驾照等数位证件家己去手机啊。若准备身份验证的时阵呢，用这手机啊去感应就好。说发布表示讲，民众会当选讲敢要来公开家己的个资。部长林基健也强调，这资料呢袂欠伫咧中央的资料库，会分散伫咧手机啊。这资料绝对袂纳消失去。配包内底各种证件，未来会使拢刷到手机内底，建立数位凭证的配包啊，下载 App 输入个人资料，申请无同的电子卡。若是学生想要出入学校，会使使用学生的电子卡，比一个就使开柜啊，也是开门咯。应用是在学校校园，或者是在住宿啦、饭店啦，或者是休闲的等等的场合都可以做。若去超商提货相关上看凭证，扫描一个店员就知影讲提货号码，什么证件拢唔免提出来。就可以用数位凭证皮夹，那你就不需要再提供实体证件，就可以拿到你的包裹。推动数位凭证配包的数发部指出，超商提货民众用凭证就使领包裹，唔免烦恼讲去过所在，也是做过代志外泄咯。我们的电信业者端并不会知道，会大大的保护民众的所谓的数位足迹不会被追踪。部长林美健讲，民众有在选要显示什么资料，无像提供纸本身份证，连爸母、翁婿也是家后的名，是不是连字迹拢互看到，并且强调袂有个人资料外泄的这个问题。技术架构，我们并不是把这些讯息通通集中在一个中央式的资料库里面，我们是分散在个人的那个手机里面，并没有因为做这个数位凭证皮夹，让这个资料流到别的地方。对门禁出入、网络买物件提货，再到租车验证、学历验证，数发部讲数位凭证配包啊，互生活更加方便，转成试营运，再慢慢来推广。如果万一手机若是落去、放无去，是毋是有更加大的风险呢？数发部讲，民众即要设定好面也是基本的扫描，若是有这功能，就算手机落去，别人也无倒来使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